台中捷军去年5月有建案施工的吊钩落落去讲到车厢，造成1个人死亡、15人受伤意外。冤会今是公布调查报告，讲是作业人员为着要把这台吊车套起来，可能是咧救的角度唔对，这吊钩才会断去落落去下卡车站。依照一般同仁的正常的作业要开启这个盖板。 按下这个按钮，一般大概要15到16秒的时间。所以根据我们对记录里面的调查，当然随车站务员在发现这个行架，那一直到他这个列车撞击到行架，中间仅隔12秒，所以当天的时间是不足以让他开启盖板，按压这个刹车按钮。 运安会是表示，虽然柜台人员有发现到有物件落来，不过伫咧柜台顶并无会当动车的设备。照目前的法规，嘛无规范酒商吊挂作业，爱先有风险报告，嘛无定出建商吊车施工作业标准流程。另外，中介嘛无规范出这动车的授权机制，这问题拢着要改善。